基督耶穌嚟唔係要破壞律法，即係神嘅律法，佢嚟到係為咗兌現佢，即係發展佢，俾佢真正嘅意義，同埋將佢適應到人類嘅進步水平。呢個就係點解對神同鄰居嘅義務原則會喺呢個律法入面揾到。呢個律法構成咗佢嘅教義嘅基礎。至於摩西本身嘅律法，耶穌相反，喺實質同形式上都深刻咁修改咗佢哋。佢一直都反對濫用外部做法同虛假解釋，佢無可能令到佢哋經歷更激進嘅改革，而係將佢哋縮短到呢啲字眼：愛神勝過一切，愛鄰居如愛自己，並補充喺呢度有全部律法同先知。用呢啲說話，天地唔會過去，直到每一個最後嘅事都成就咗。耶穌嘅意思係，神嘅律法必須成就，即係要喺整個地球，以佢嘅所有純潔，同佢所有嘅發展同後果實踐。如果建立呢個法律係為咗特權某啲人，甚至係一個民族，咁有咩用？所有人作為神嘅子女，都係無分別，係同一個關懷嘅對象。但耶穌嘅角色唔單止係一個道德立法者，除咗佢嘅話之外，冇其他權威。佢嚟到係為咗成就嗰啲預言，即係宣布佢嘅來臨。佢嘅權威係嚟自佢嘅靈嘅特殊性質同佢嘅神聖使命。佢嚟到教人類，真正嘅生命唔係喺地球，而係喺天國，向佢哋展示通往嗰度嘅道路，同上帝和解嘅手段，同埋警告佢哋未來嘅事，以實現人類嘅命運。但係佢冇講晒所有嘢，而且喺好多方面，佢只係播種真理嘅種子，正如佢自己所宣布嘅，當時係唔可以理解嘅。耶穌講咗所有嘢，但係都係用或多或少隱含嘅語言，要揾到某啲字嘅隱藏意思。新嘅想法同新嘅知識需要為我哋提供關鍵。呢啲諗法係唔可以喺人類精神嘅一定程度成熟之前出現。科學係要為呢啲思想嘅出現同發展作出強大貢獻，所以有必要俾時間科學進步。